AI 嘛会晓讲台湾的本土语言哦，即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拢会通。目前当咧流行的 AI 语言模型，拢是以外国话为主。国内着民间的即科技协会推出着台湾通用语料库计划，希望建立属于台湾本土语言的语料库。今仔日也对外电视。迄边咧卖插哩啦吼，我摕一条延长线安尼，甲插哩安尼会使哩哦。AI 嘛会使做台语的翻译。这几年来 ，AI 正做全球流行的资讯工具，也毋过目前主流的模型较欠少台湾的本土语言。面对这款状况 ，IMA 资讯经理人协会推出台湾通用语料库计划，希望建立属于台湾语言的语料库。台湾作家向阳认为，台语甲新科技对话，也是让世界看到台湾语言文化的机会。将咱台湾语言甲 AI 来相结，来三角结合，含 AI 引入咱台湾话，这毋若是台语，甲新科技、新世纪的对话，而且嘛是台湾语言文化进一步成做国际通行语言的上好的机会。透过语料库的建立，让 AI 唔会使讲台语、写台文，未来甚至有机会加做台语的家教，做会推广本土语言的教育。也毋过，开发本土语言的 AI， 唔但需要真济资料，佮需要母语的人才。阳明交通大学的廖冠富表示讲，目前开发台语 AI 上大的困难，就是欠大量的母语人才。要找人真无简单，因为你会晓听、会晓讲，都会晓读、会晓写，才有法度。这款人就较歹找安尼。廖教授嘛呼吁，希望台语能力袂歹的，未来会使做伙加入台语 AI 的计划，透过科技的力量，把台湾的本土语言传承落去，嘛，让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。记者魏宗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